伊朗封锁荷姆兹国攻击卡达天然气设施，造成油价大起，原油已经了33亿，大家关注后礼拜敢会起油钱。有中东的旅行团发生消费纠纷，主要是旅客和旅行社针对退费的部分有争议，目前已经接到40多件。股市早标甲川普见面，有记者讲美国无先通知要拍伊朗，川普甲应讲，当时日本轰炸珍珠港嘛无先通知。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先来看韩国大田市是有一间汽车零件工厂发生严重火灾，上无是有50个人受伤，另外有54个人失踪，目前也搁咧找。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火势是真猛，乌烟嘛呛甲真悬。当时是有170位工人吊伫咧工厂内底。消防人员表示讲，因为内底有放200公斤的蜡，若是和水接触到，恐惊是会爆炸，所以这救援的难度是有较悬。现在目前失联的工人是透过手机的电话伫咧追踪。中东的战争已经拍3个礼拜啊，国际能源的危机是愈来愈严重。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已经造成真济国家的原油供应断暂，即摆搁去轰炸卡达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是损断17%的出口产能。致使这杜拜原油甲布兰特原油的指数是一直咧欠悬，转引发国际油价是价小大起。即摆一桶油的价格是已经超过143块美金。现在咱国内油价当然嘛是受到牵连，因为原油的成本大起，为着要稳定价格。目前中油是先家己吸收，已经了33亿。后礼拜咱的油价敢有可能会起，是会起4块，也是搁较济，嘛引起大家的关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搁再向空袭警报，中东战争进入第3礼拜，伊朗重要的南帕斯天然气产和以军空袭了，伊朗也快速反击，攻击卡达加苏地能源设施，两边攻击报复一直加。If the attacks against the infrastructure, the oil fields, the gas fields, and the processing plants continue, then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fix that. 分析师认为，荷姆兹海峡准无法渡过，和油价一直起，这是暂时性的。不过，若是中东的能源设施一直被破坏，市场担心能源的供应的长期受影响，全球的油价大起。Unfortunately, with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South Pars in Iran, and then responded in tandem by the Iranians on various oil and gas facilities across the Gulf. If that continues, and especially if we see human toll increasing, then that could mean there could be some retaliation out of defense from the Gulf state. 布兰特原油19被冲到119块美金，而且也看到咱国内油价，照中油联动的中东指标油价已经冲破一桶140块美金，照普通油价机制，后礼拜汽柴油1公升会起4块7加5块，大家注意敢会动起。那在这个临界点过后没有办法持续，我们就会必须有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机制来因应？看中油的需求，它需不需要跟所谓的金融机构更多的融资，回过头来检讨我们的特别条例当中，因应国际局势特别条例当中，可不可能有可以来支用的部分？政府怎么是阿林上期介绍平稳机制加中岸平稳机制两种方法的应用，若是油价继续动起，中油的亏损会愈来愈大。政府祭出2大平抑措施，不过光是前2周汽柴油吸收就已经让中油减少收入33亿元。外界关注，如果冻涨长达1个月，将累积亏损超过100亿元。这么话界估计，若是战争一直拍到高价，中油吸收的金额恐惊会到400亿。这么是不是搁再动起？中油也未说明。不过经济部讲，目前中油希望增资3500亿，经济部已经同意，并且送去行政机增资编列预算。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火也未收煞，台湾有几个旅行团煞表出解约的纠纷，原本拢是要按算去杜拜搬机，后来要求取消退费相关的争议。目前品保协会是已经受理40多件，主要拢是旅行社和旅客针对退费的认定无同，目前也搁咧协调。点开个大旅行社销售网页，以杜拜团为例，有旅行社已经将销售的开关关起来，不过也销售中，而且有10外人买。这次出团日期是6月。中东战火也未结束，最近真侪旅客甲旅行社因为解约退费产生争议，就由品保协会正伫处理。品保协会也证实，产生纠纷的拢是原定要经过杜拜转机的个案。经由中东转机的这旅行团的纠纷，到目前为止累积已经差不多有40件。
以上的40多件的一个的数量，不可能说马上就统统弄好，因为毕竟涉及到国外或很多的国家。关于观光署进行公布退费标准，建经属不可规则伫双方当事人事由，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若旅客想要取消行程，旅行社应该把已经支付的必要费用扣掉了后，剩的钱退还给旅客。也就是加大有的要景点门票甲船票，才已经支付费用，可能拢无法度退还。不少欧洲团、埃及团要飞到国外转机，结果行邮轮行程的团体，原本拢伫杜拜转机，旅游的所在甲产品形态拢不同款，所以退钱标准也不同。杜拜呢，它一年有将近1亿个人次在杜拜转机，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其实是很难找到替代方案的。3月份可能退团的人是比较多的，可是4月、5月几乎都趋近于正常。业者分析，军中当战统也无平拢，确实有旅客要求取消，不过因为杜拜机场维持正常的起降，要求行程照行旅客也袂少。对此，观光署搁再呼吁，请旅行业者最近尽量避免组团到中东旅游，也是到中东转机，也提醒民众出国进前一定要到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旅外个人动态登录的网页登录，降低旅游安全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会谈，双方针对730亿的美金投资来进行协商，嘛有讲到开发矿产的计划。另外，伊嘛有宣布要加强合作来提升经济安全。针对区域安全的方面，也同款有讲到台湾。伫咧会谈进前，记者有一个日本的记者就问讲，美国攻击伊朗，哪会拢无先通知盟友国？川普是甲应讲，就是要趁对方无方便的时来突击啊，这应该是无人比日本更较了解啊。就甲二战的时，日本轰炸珍珠港嘛无先通知美国共款。高市早苗听到这表情是真眼药，不过也是保持笑面。也若问川普这个问题，记者身份嘛是引起大家的讨论。伊是日本朝日电视台组长，之前嘛做过驻中国总局的局长，立场是较倚中国迄边的。之前因为俄罗中国疫情政策是受到保守派谴责，也这回伊煞阁因为问这个问题，拍歹场面的气氛，引起日本网友的反弹，佮有批评。脚球世界杯6月11日要伫美国、加拿大佮墨西哥进行，不过因为中东战争的关系，真侪球迷若是要飞去看这比赛成本，恐惊是会压悬，甚至可能会拄到机场停止营运的状况。2026世界杯脚球赛头一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虽然比赛要到6月中才开始，不过受到中东战事可能拖长影响，真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专家估计旅游成本会增加3成到4成。We always know that with a World Cup, for instanc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increases in particularly domestic travel costs because airlines will bunch their seats up between 30 and 70%. 对欧洲甲英国的世界杯球队甲球迷来讲，直航问题可能无大，上受冲击的应该是对亚洲甲非洲出发，爱飞过中东到美洲看比赛球队甲球迷，成本毋但增加，路程也又长。更加变讲面对突发的地缘情势之下，可能面临国际机场雄雄关起来，旅客大塞起的这个困境。So international travel, we expect travel to go up 30%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and the fuel costs. But then when you look at the actual World Cup tickets, we'd expect another 30% on top of that. 也影响产品毋但安尼，杜拜原油计销19超过1桶166块美金，创下新高纪录。同一天，波兰的原油也起到将近120块美金。起价这悬的油价已经对国际糖价造成冲击。像是美国州际交易所 ICE 的原糖期货就已经来到5个月来上贵的。这是因为甘蔗会使同时生产原糖加酒精，当能源欠缺时，对酒精的生产就牵动原糖的计销。也若变贵的葡萄糖要加比。根据路透社报道，巴西咖啡虽然今年出现创纪录产量，不过伫种咖啡的人唔敢买，也个炼油运输成本情况之下，阿拉比卡咖啡的计销一个点起2.7%。The cost of living has gone up tremendously, but people's paychecks are still the same. So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start feeling the poverty line kind of shift. 对物价大起、薪水无起的烦恼，就算伫美国共和党大票仓的德州也相关出现。面对国内的通货膨胀可能相关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以色列避免国际攻击伊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免和国际能源的计销进一步刺激控制。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想要接管格陵兰，为着防止美军入侵，南美甲欧洲一寡国家是以联合军演的名义加派兵守伫咧格陵兰，甚至按算不得已的是要甲机场的跑道炸掉，来阻挡美国的军机降落。丹麦公共广播公司 DR 的报道中，引用12个丹麦政府军方甲欧洲民国的消息，讲为着防备川入侵格陵兰岛，丹麦当局今年1月对当地特别征派兵力，大队内底包括训练精良，会当伫寒冷甲山区环境作战的特战部队，因拢配备废液炸弹甲枪药，做好上歹拍算，必要时会炸掉当地主要机场的跑道，阻止美军的飞机降落。But we need it really for international world securit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One way or the other, we're going to get it. 格陵兰是丹麦的半自治领土，对北极圈的战略地位真重要。川普按头一个总统任期的时阵，就按算要甲买落来。第二个任期，伊阁讲了特别清楚，无论安怎，就要按格陵兰摕落来。今年正月初3，美军伫委内瑞拉闪电行动逮捕总统马杜罗了。川普讲要继续处理格陵兰问题，佮用无证据的指控讲，格陵兰周边的海域拢全是中国甲罗西亚的船只，无排除使用武力。丹麦随着征兵，法国、德国、瑞典甲挪威嘛派兵联合组织小型部队，调派到格陵兰首府诺克和机场所在地的空隘罗索阿克。这个行动对外宣称讲是丹麦主导的北极内陆行动联合军演的一部分，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应对美国可能的入侵。丹麦国防的消息人士讲，一定要提高美国的代价，美国要采取敌对行动，才有法度摕到格陵兰。虽然承认丹麦可能无法度打败美军，不过这是一种明确的警告。People thought I would use force. I don't have to use force. I don't want to use force. I won't use force. All the United States is asking for is a place called Greenland. 欧洲的团结表态，必须川普只好来放弃动武。DR 的报道中指出讲，丹麦原本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不过面对格陵兰的威胁，转向欧洲盟友要求政治甲武力的支援。专家表示讲，北约革命合作的款式是哩哩啦啦，哪像咧家后边帮咧。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罗西亚首都莫斯科的网络信号是已经予当局切断约2礼拜时间，讲是为着要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来攻击。不过，煞是造成当地民众生活是真无方便哦。未输登去到20年前。未使用通讯软体，不过只敢看到一个圆块一直说，表示无法度连线。伫过去2礼拜，罗西亚首都莫斯科的民众突然间网络拢无啥会通，政府切断真侪网络信号，民众无法度伫网络顶买物件，巴肚枵也无法度叫外送，交朋友传信息也真困难。科技水准倒退20年。Да, отключение Телеграма вот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 со всеми общаюсь там, и меня раздражает факт того, что я не могу быть на связи со своими близкими. 格陵兰司机讲，卫星导航无稳，所以无法度确定路线，工课受影响，真想要换头路。Не 2 недели уже давно такие длится. Тяжело работать без интернета, не видно точку Б, куда ехать, непонятно, маршрут не грузится, из-за это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и пассажиры недовольны бывают, и работа очень тяжелая получается. 克里姆林宫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常常拢会先连起当地资料网络，锁定目标。所以，这段网络是要保护民众。因若断网什么时阵才会结束？官方讲需要偌久就断偌久。Все действ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в строг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ринятыми законами. Если спрашивать, насколько долго продлятся эти действия, настолько долго, наскольк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罗西亚官方偌久之前也捌甲一寡地区的网络信号暂时切断，不过对莫斯科这座各种服务拢是靠网络的大都市来讲，感受特别强烈。另外，也有人权团体讲，罗西亚正公布函数 WhatsApp、Telegram 这寡通讯软体。切断网络，互民众更加无法度甲外国联络，这寡拢是罗西亚官方控制言论自由的手段。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电影 K-pop 联盟女团去年一放送就受到全球欢迎，今年嘛得到奥斯卡奖的肯定。这出以韩国做背景的电影是成功带动收年观光，有真侪迷众拢会专工去找这电影出现过的古迹和场景。
华丽舞台、迷人的歌声，让舞女团挥扫全球影坛。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风气嘛为大夜幕烧起到首年。片中主角开唱的汉阳都城，在奥斯卡大奖的加持下，已经是亚迷心中上夯的朝圣地。It was a scene in K-pop Demon Hunters where they sung Free. I thought the location was very beautiful, and I found out that it's a real location. So yeah, came here. 行伫首尔乐山公园，对遮侪游客来讲，唔但是对青，嘛是对韩国历史文化的深入体验。Adds interest to different places that we can go and see, and then my kids and family learne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Korean culture from the movie, I guess. So it's kind of nice to see it. That it's not just Disney and Pixar and stuff like that. That it was a show that no one really expected to become bigger at least. 影视作品甲古迹加持做拍开热点，伫爱尔兰几来做老灯塔是找到观光的新定位。徛库克郡海岸线有100年历史的嘉利角灯塔宿舍，已经转型做精品旅社。Can you imagine waking up to this view, but having this as your workshop? This is where you work every day. 无人恬静，对都市旅行者来讲，袂输平行世界。坐伫遐看海影、听海影，有影解郁。He said, "Here you go out,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The silence he thought was beautiful." 东怀围起六角灯塔，保留传统文物甲行船的设备，互人伫现代旅宿空间中，依然会当感受过去的海事历史。老灯塔会当透过改建变成特色客店，东山再起。It's very important to give these buildings a new lease of life, because if we don't, they'll just crumble and decay. By repurposing them, people can get to enjoy them and enjoy what it might have been like to live in a lighthouse in the past. 为热门影视场景到历史建筑再生，美丽历史建筑当变成做现代观光新地标，守护历史常时吸引全球旅客行出都市来到偏乡甲文化遗址。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伫法国中部的城市，因为郊区大型的卖场是愈起愈大间，佮加上即摆伫网络买物件是真方便，造成这市中心有几若间店拢经袂落去，全倒单。那即种现象伫咧欧洲真侪城市嘛拢看会到。法国中部的布尔日市中心原本是真闹热，阵拢是空空无人，为咗店面铁门救乱，大节要租要卖，也个清爽的故事。头家一个关门讲歹做啊，因为无人客，钱歹赚。Les gens venaient plus chez nous pour essayer, pour comparer les prix, pour voir les couleurs, voilà, pour utiliser un conseil et après nous dire même franchement, ils ont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on commandera sur internet, on va aller voir ailleurs. 郊区大型商场一直开，电子商务一个快速来成长。这两大势力发达，市中心的人客拢互抢走了。Et donc vous avez eu des ouvertures de commerce qui faisaient que les gens ont peu à peu déserté les centres-villes pour aller dans les grandes surfaces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en zone périphérique. 市长讲，法国人消费模式每一个世代拢在变，劝大家唔是冲去大型商场一摆买好够，若无就是外出门伫厝内买，反倒当买上济。Maintenant, vous prenez une semaine normale. Quel est le jour où les Français achètent le plus de produits? C'est le dimanche, quand ils sont sur leur canapé. 这边砖头啊、手机啊买，无偌久就买一车搁一车。今仔市中心迄边都咧商店是等无人买。Quasiment moins 23% de chiffre d'affaires par rapport à décembre l'année dernière. Ce qui est ma plus grosse perte, enfin chute on va dire, depuis que j'ai repris il y a 8 ans. 收入减少，赚无钱，只有较省的。不过就算头家家己讲薪水搁加班，也是挡袂牢。Voilà, j'ai baissé mon salaire. Voilà, je suis entre le RSA et le SMIC. Donc au bout d'un moment, travailler, faire 50, 60, 70 heures à Noël pour pas gagner sa vie, c'est pas rentable. 老牌店家怨叹政府无重视，互因安尼过日无完做15年啊，也口说讲无得开铁牛行上过路，请政府重视一下，更加闭关，讲一个市中心正伫个慢性死亡。Eh ben voilà, ça fait que d'ici 5 ans, 10 ans, il y aura plus de magasins, il y aura plus d'indépendants. 亲像布鲁日这款的中型的城市，当消费主力转移到网络甲郊区，市中心敢若剩空空无人的街路，也有灯火失去的看板，安怎互城市中心社会商业发展，恐惊是法国也有全球拢要面对的问题。公视新闻林义主编译。
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是建筑师高迪的作品，嘛是当地上显目的地标。为开始施工到今是经过100多年，拢还未完成。不过今年主要结构就准备要完成啊，也今年嘛拄好是高迪过身100周年。正中央的尖塔，佮包伫个阴架内面，四周围的结构已经完工。这是西班牙巴塞隆纳圣家堂，是建筑师高迪的传世之作，嘛是当地上显目的地标。这座大型的教堂虽然对1882年开始到今，搁也未完工。不过，伫个去年11月，关岛已经将近162.9公尺，得到全世界上悬教堂的头名。今年搁加上中央尖塔顶悬的十字架，代表完成主要的结构，嘛纪念高迪过身100周年。Difícil, ¿no? Pero quizá podemos hablar que con la colocación de la cruz estaremos casi un 80%. 高迪一部分设计模型伫个西班牙内战的时受到破坏，根据建筑团队后来补起嚟的设计，教堂门口将会有一座大型的楼梯甲广场。不过执行起来就爱拆掉两边的街路。大街区的民众表示，家己的厝嘛是合法购买，买的时并不清楚会有这项规划，要求建筑方修改设计。Que no existe proyecto de Gaudí de tales escaleras ni del conjunto del templo cuya conclusión tiene diferentes soluciones y que las escaleras citadas fueron dibujadas por los ayudantes de Gaudí por primera vez en el año 1906. 巴塞隆纳市政府嘛，当咧调解民众甲建筑委员会，因答应任何协议，拢会互民众一个交代。不过，巴塞隆纳目前嘛面对严重的主体危机，是毋是找到所在安置，也是互民众感觉质疑。而且，要安怎伫这栋意义非凡的建筑物和民众的居住权之间超好平，嘛是当地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